屏东工业区都的最近成立的国内第一间的无尘观光工厂，也是一间面包工厂。创办人本但完全没做一行的。屏东高速的梁国生22年前有一个机会，接下了朋友的面包工厂，一个用心经营，以卖食品囤空太厂房，现时已经有4间工厂的，供应国内各大卖场囤早餐连锁店。梁国生事业成功的，也无听讲系爱回馈故乡，以提供12间国中小品德教育奖学金，希望新人呢除了西望读书，还个是的听讲系品德的重要。向下来了解梁国生的面包在何。一点钟时的生产600条吐司，因为俺有两套，所以1点钟时的生产1200条吐司。今下都唔会做到野下安尼，腾腾公司因成长，公司的栽培，所以讲，我虽然是讲有一级的证照，但是。还是愿意同公司向下一起成长。一片喺屏东工业区，大型拖板车出出入入，其中一间厂商嘅建筑当贴片，厂城嘅外观看起来一大眼。一间面包工厂，产量同管内每天日就会天热，单厂嘅小胖。1日就要生产几1000条。俺家工厂全部4面呢，全部都用不锈钢围起来，标准呢 GMP 的工厂，也是1万级的无尘室。1万级的无尘室相当于讲做经验跟做面板的标准来做一家工厂，所以俺们做的更严格，而且呢，俺们所有的原物料呢，全部有经过认证，都有生产履历。每个都按照配方表做，搅拌好的时候，等下我会拉起来看精度怎么样，够不够。拢是搅拌就对了。有设计快速、慢速1多分钟，怎么有9天1斗，多少时间里面要搅拌完成。工厂附近廖国祥。成功故事同业界是在讲嘅传奇，佢本但唔系面包师傅，系国防2学院美拳专修班毕业，军职退伍了后，佢做饲料代理，同时同朋友调股开面包工厂。为下朋友唔晓得经营，就自家落心，对完全唔晓，慢慢去学。当初有个朋友收我钱不小心入入行业，做咁多行业。改好，所以就无心插柳，就做到呀哈。意外正业食品加工了后，已经係22年前嘅事情。当初朋友留下嘅工厂，佢3萬經營，從係半夜3點，星星試車送貨本廠商，早上8點，佢同廠內嘅師傅學切面做面包，了歇困了後，下晝3點又要開始送貨。一直到半夜，将是在歇困。有时候看那边割草那边要注意一下子，还有这个不要给它有2个的，有2个到时候就会不标准。无论佢辛苦，拢唔爱本人打吧。梁国祥讲，自家系军人出身界，佢也唔甘嘢，就只有1間工廠。可定精彩資料，一下已經有4間工廠，加起來已經生產幾萬條小胖。梁國祥還當驕傲地講，22年來，公司從來唔是搶攻業務。精彩資料嚟做，贏得了消費者的信心，
这真俺最重要的产品会说话，这个让你会感动。这个是豆浆吐司，我们用豆浆粉，黄豆把它磨碎，挑嫩，要黄豆给它磨碎，磨碎以后，加一粉，也都豆浆粉，挑浆，挑嫩粉啊，挑嫩粉，加海藻，所以俺哋唔要加色素，唔要加乜嘢东西，加剪材饲料海藻，也面团，也是天然的酵母，弄给台发酵机发酵的。杨国祥是在建立丰沛王国，可介系大型机器大量生产。以屏东厂来讲，机器就用不规矩，不过有机器也要晓得好好利用，将实际发挥生态的效益。每一种面包呢，全部有一个配方表。配方表呢，俺哋个周围用个调试俺哋看中间的变化，再调试，个调试也变化来做。所以说俺做吐司做到后背都有个 SOP 标准作业书，比如说俺哋面粉要加一度，粉水要加一度，用去做，按用搅拌机，按慢熟1度分钟，快熟1度，全部固定下来。呢套标准总要流程嘅建立，自然需要几100个师派同企业将实地完成。杨国祥认为，大量生产是一种科学，完全是唔得样谱。作为一个面包，作为的蛋糕是艺术，做1万个面包跟做1万个蛋糕是科学。我们利用科学的方法，可以不用经过人工的，我们尽量用机器来代替。机器没有喜怒哀乐，我们所有流程受那供养很严格，发酵的温度随时采用的添加用的，因为完全用科学方法来管理的东西。虽然各自原物料进去，这几年竟然个有点辛苦，不过当然个订单还得当多。涂料片产品已经准备要离开工厂，送到客户手上。请问一关系了解金属探测器。为了消费者安全，因为俺哋在做一些机器在同的时间呢，冇都会掉入零件，咧贴你嘅东西啦，买嘅东西啦，买嘅东西掉这，用金属探测器勾起以后呢，都唔会有呢啲东西发生。透过向高手，杨国祥系一个回馈乡里嘅企业家。佢当然会坚持本高手乡收一间国中小学设立奖学金。一般的奖学金是功课要比较好，这个奖学金是要在学校听老师的话，在家里听父母的话，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奖学金。为爸爸妈妈做家事。在学校呢？学校当图书长然后整理图书，还有童军营。杨国祥设立奖学金，同一般针对无卡贫苦，即系甚至同学嘅奖学金无穷款，系要推动品德教育。我读书嘅生意几大，奖学金、学业上奖学金也几大，但是也喺沙片咧无穷样嘅，有品德嘅人几少，所以呢，我哋生意要很些都要培养人嘅品德教育。啲碌卡開始，碌卡開始有一個對家長，對下父母親孝順，而且碌卡聽書做家事，來到客教呢，咪要做公益活動，那個幫忙一個呢打掃工作啦，或其他的扶助弱勢啦。高手大量生產嘅黃梨，也係楊國祥回饋鄉里嘅項目之一。工廠生產嘅黃梨樹，主要原料係高手來嘅。因為我哋盡量用我哋農產品來2次加工，來加惠農民，加惠俺這個，做出最好的東西出來，給我們消費者去享用。
也是我们一个爱乡爱对农民的一个帮助。以松阳付费嘅方式，两国乡造福故乡，希望康泰同提高企业家嘅格局同高度。但係對員工，佢也有自家嘅一套結合，除了打造舒爽嘅工作環境、環境嘅福利制度，還鼓勵員工自我超越。聽聽兩國鄉有18年研究嘅黃春鳳，就當年錄取率冇3%嘅業績風派尖叫。是大家攏有機會，伊唔會講你係識拉什麼嘅，伊唔會安尼分，大家攏有機會。只要你來做事有3萬做，有安尼大標做，資源對第二位公司公司也一定向伊栽培。我哋鼓勵我哋員工呢，愛靠節奏，所以靠個節奏以後呢，我哋有一啲特別的獎金啲所以每一個人、每一個師傅、每一個經營者呢，都教人一天可以靠節奏。他真的要去啊？真的要去。OK 啊。他沒有去過，都要去。他在南港在南港在南港。好像新的吧？新的，坐捷運就可以到。哦。對啊，而且比之前的還要大很多。比較大很多。呢幾年，兩國鄉也同來業經營團隊，太好來梁傑偉係留學澳洲觀苗同企業送碩士，4年前將國同阿爸聽秀。現在一開始進來是碰採購的嘛，再來碰到一些會計的嘛，那再來是業務跟這個工廠管理的部分都有嘛。對啊，那現在主要業務就是對到賣場的採購的這個部分，那還有一些公司的一些主要的 ERP 的系統。這個是採購部下的。哦，這個是等於是他配量的啦，這個是他們自己下的啦。哦。兩隻委託公司對基層做起，同時大家部門攏話接觸，你係阿爸本期嘅訓練。另外，同一個基層嘅頭家阿爸向下做些，也係學定其實人。我爸是那種比較急的，對，所以說他有時候你想要做什麼事情，你也想說，我有這個步驟1、2、3、4、5，可是他就要跟你用跳的，就是要1、3、5就要完成，對啊，那自然說，這個執行面上這個細節的部分自然會有一些衝突嘛，對啊，那就是最後要的結果是一樣的啦，但是問題是中間的過程會有很大的出入。觀念同執行方面，兩職業之間有時節外無相關。不過間總係是得尋到一條新適合嘅路。最近決定轉型做觀光工廠，就係兩家人嘅共識。希望除了生產，還是得聽取開發大家對風派嘅了解。今年人呢，讓我去腳踏茶，因為腳踏茶是為咗生活，也係為咗休閒而休閒。今年人呢，無同頭班人無共享啊。所以呢，我哋要發展觀光工廠，讓老百姓每年都是來變成五寶村，是來做國際性的麵包。而家係外行人建立4間工廠嘅食品王國，呢下佢有同產業結合觀光。想帶動屏東地區嘅發展，新超市嘅也無填標牌，錯福鄉里。也都係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台中市太雅區最近辦嘅小麥文化節，將20萬嘅民眾去小麥田，許多人都冇想到，原來台灣也有小麥個。其實喺50年嘅下，全台灣是總有25000人公頃，更加長存到200公頃呢。台灣嘅小麥農人種人少呢，喺世界各國都希望愛提高糧食自給率嘅時節，台灣應該多種一些小麥下。下禮拜向下嚟關心，我哋再會。